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11日早起新闻，我是柯家珠。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副总统萧美琴顺利完成5天4夜别流访问行程了后，早早暗时9点外已经登来到台湾。这嘛是伊上任了后头一摆用副总统的身份去访问友邦。我们见证了台帛荣邦合作的许多成果。 展现台湾贡献国际社会的实力。那这次的出访我们也特别宣布，调查局将派员常驻帛琉，并捐赠无人机给帛国政府，以强化各项的合作。萧美琴在机场发表谈话，除了大力推荐台湾人去别流以外，嘛宣布台湾将要开启无人机外交。 要关这咱自制无人机，协助别流面对气候变迁等等的挑战。另外，调查局嘛派人进驻别流去斗3天。萧美琴强调，台湾的外交压力将来毋捌减少。不只个，就亲像总统赖清德讲的，台湾人都是世界人，咱有权利走向世界，用咱的本领，互国际看到台湾。 美国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升高，和美国整体物价也对立有关。5月通货膨胀年增率已经升到4.2%，是3年来上悬的。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加正重。那美国总统川普是讲，这拢是为着阻止伊朗的核武威胁，只要中东的战争收煞，物价就会落落来。 为家己的车加油，美国民众看伊一直咧跳表，无奈全写伫咧面临。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来到4.2%，毋但是连续第3个月起啊，佮较创下2023年4月以来上大的幅度。中东战火和国际原油供应真紧张，汽油、柴油成本直直加悬，已经全面反映伫咧民生消费顶头。So unfortunately, when energy prices are high, groceries are high, retail's high, your clothing, everything that we buy, prices go up. 物价直直起，已经真做是今年美国其中选举的关键议题，佮开始执政党的大挑战。也毋过直直甲打击通货膨胀，看做是重要政见的美国总统 Trump 伫办公室接受访问的时，煞表示家己真介意这份数据。Trump 强调，为着阻挡伊朗发展核武，特地采取军事行动。伊嘛相信物价压悬只是这阵仔尔。Oh, when the war is over, it's coming down.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虽然 Trump 对未来物价回稳充满信心，也毋过分析师的看法有较保守。虽然5月食品价少起无遐济，也毋过扣掉食品甲能源了后，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也是伫2.9%，特别是大个成本直直加悬，加做是通货膨胀甲联准会降息上大的阻碍。Shelter costs, those are another factor here. That's a major part of all inflation, specifically core inflation. And we're seeing that rise at an over 3% rate of interest on an annual basis. So that kind of sticky, stubborn inflation for core, which is not as directly tied to gasoline or energy prices, is going to be the problem. 分析师也警告，若准消费者有机物价会继续起，可能会有大阵人提早来抢买物件，互通货膨胀的问题愈来愈严重。伫咧经济过热，也有物价压悬的双重压力之下，外界预期联准会短期内恐惊是维持现行的利率，未来的降息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央行后礼拜是要召开第2季的理监事会议。各界关心未来利率的决策，也有房市管制敢会调整。央行总裁杨金龙讲，选择式的信用管制就到这为止。消息一出来，七七八三硬件股拢大起。那准未来半年通货膨胀的预期拢伫2%以上，对采用预防性的形式来应对。主计总处进行公布，国内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搁转来2%的通膨警戒线。外界关心央行第10月第2季理监事会议利率会起还是维持现状。央行总裁杨金龙随早出席立法院闭询表示讲，若是未来半年通膨预期拢超过2%以上，采取有效性起利息卡拄好，央行会采取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央行所谓的更精准的政策措施，利率调整嘛。那第3个呢，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呢，就是公开市场操作。
杨金龙表示讲，针对央行未来利率的决策，要等到18才对外公布，因为最近市场的资金按房地产刷来股市，敢会出现一少的拢少了了的超级高风险。杨金龙表示讲，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实施到现阶段，未阁增加信用管制，话讲出嘴，带动催促建材营造股收红。根据了解，这几年中央银行信用管制措施伫第5届管制时阵，增加规范自然人特定地区第2号买厝的贷款成数上悬7成。第6届是调降自然人特定地区第2号买厝的贷款成数上悬6成。第7届增加规范已经有厝的人第1号买厝的贷款无宽限期。今年3月，甲第2号买厝贷款成数上悬5成，调数6成。考虑到新青安要伫7月底到期，有关新青安2.0的规划，敢要白付白漏？银行建议缩短为3年的宽限期哦。都有听取各方的建议啊，包括公股行库，宽限期最长5年，但是真正适用宽限期到5年的只有23%。财政部强调讲，各地收集各界意见。不过，针对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敢要调悬到新台币12万还是15万？财政部长曾翠云讲，会当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昨方面有较路南刷到巴士海峡，台湾各地雨嘛拢有较细，不过今仔日这方面又会上北，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的山区拢会较高落雨。今仔日甲明仔载拢受到方面的影响，各地爱注意可能会向强落雨，山区嘛爱注意土石崩落溪水涨悬，若无代志就较莫去伫山顶。拜六伫中南部地区落雨几率也是较悬，若到礼拜嘛阁会有雨。中部的雨水一直来，南投仁爱真侪所在拢传出灾情，阁有国道6高有3名桥墩的稳固工程人员因为溪水涨起来，掉伫咧铺轮顶悬。另外，伫台中乌日有真多厝是淹水，指控这排水系统拢无作用，被要求国赔。路不能过路。大雨一直落，七十早起的南投仁爱春阳温泉地区的和湾岸运桥变道，浸伫错楼的溪水内底，部落内底农产品拢无法度运出来，当地村长是真着急。碰到下雨天，雨水太大，把那个便桥弄坏了，蔬菜啊、农产品没办法运出来啊。受到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南投关山区这几天拢是大水雨，仁爱乡南方发祥，伫乐国村出现土石崩落。雨造损失农路基漏掉，为着民众家私生安全，官府70中昼赶紧宣布，仁爱乡下晡停班停课。考量会有突发的状况了，怕那个累积雨量太多，还有学校啊，他们要接学生上下课。相关伫南投高公桥伫国道6号进行桥墩稳固工程，拄到乌溪溪水涨起来，3个工程人员掉伫河床的山坡顶面。南投县消防局出动3个分队到现场，对国道甲人吊起来。派那个救助人员携带半身吊带还有救助器材下去，把这3位施工人员吊挂到国道6号上面去。台中市乌日区中山路一段和平巷，因为一米的大水河淹水，一度淹到大退车。巷仔6号一盒集主体地下室全部泡伫水内底，敢若有一台汽车赶紧驶出来，其他3台机车淹甲拢无看。因为主体排水系统以前的排水系统被施工单位刻意的跟它填平夯实，所以整个排水系统失效，所以会淹大水。已经有先做一些土沟的临时挖掘的部分，主要先把水先导到我们的工区里面，后面用抽水的方式还是其他导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当地是伫景德区段丁修工程范围内，民众讲这个排水系统拢无效，财产损失会要求国家赔偿。台中市府是讲已经请施工单位到3天来抽水，先来调查这个淹水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落大雨，溪水拢涨起来。高雄6区70下晡2点外，2名拍通水路的工程人员就掉伫咧溪底铺轮，溪水是真窜流，影响到抢救的进度。加在消防人员是出动手铃船，将2人救出来。另外，屏东的春日乡树文川因为雨路真大，翻落崩山，昨下晡临时宣布停班停课。屏东的科学园区一寡所在夹咧淹水，加在是这寡雨拢有落伫的水库，咱的水库水量拢增加。怪手连2个工人掉伫河道中央山坡顶面，4块位水窜窜流，情况真危险。高雄6区大丁桥附近7早下晡2点外，当时2个人正伫落水开河床来进行疏通工程，上游落大水雨，
河水规拢冲落来，袂火走。高屏两地的消防人员接报了去救援，不过因为开啊水是真错漏，消防人员都开始无法度挖滚。案件很顺利，在16点11分，我们的协力团队合作，把这2位受雇民众顺利救上岸。大雨顺势流来，受地流方面慢慢刷到巴士海峡影响，屏东3区相关有局部的大水河，其中村里乡的树文村雨路袂停，造成要去步路的这路况无好，烦恼路石崩山造成危险。公所车10中昼赶紧宣布树文村下晡停班课。清晨部落就开始下大雨，因为我们部落有老师是由平地上来教课，所以我是建议是说在下午的时候停班停课。地流方面，继续予各地落大水雨，到下晡4点为止，嘉义阿里山2万坪770累积雨量已经超过230毫米，是全台湾上多。第2名屏东顺利大汉山也超过170毫米，全台湾一天累积雨量前5名拢集中在南部的山区，连日大水雨也后水库入水真多。曾文乌山头这几天已经带来约7800万吨的水量，而南化水库也有4300万吨的这个水量。而曾文跟乌山头水库，我们预估这一波的降雨11号甚至到12号结束以后，有机会能够突破2成。集水区天乌云真高，顶半年因为落雨少，水情无好的三文甲乌山头水库，车10跳水率分别提升到16%甲25%以上。南化水库更加为南河坝挖区引水，跳水率超过40%。气象署讲，受锋面甲西南风影响，各地湾可能出现真短时间内落大水雨情形。锋面带上面目前就是在屏东附近，还有台东，整体上来说雨量还是比较偏大，那也有时雨量来到40毫米以上的一个情况。东土电力有定地4区位啊，水敢若小乌共款，除了3区以外，屏东部分平地乡镇也落大水雨。其中在要举办半导体供应链专区，东土电力屏东科学园区部分地段因大雨出现积淹水，对此南科管理局讲已经规划落雨天的备案，会确保迄天活动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雨水高，菜西水库的产量减少，价小较悬，亲像金蕉1公斤要起到150块，不过今年完全无同。高雄屏东地区的金蕉酸影拢大出，最近金蕉1公斤剩10外块，酸影的价销嘛剩去年的一半。所以因为这几天南部拢伫咧上大雨，不少金蕉倒藏，酸影嘛因为雨水高落个真严重。农民讲，未来市场的供货量可能会减少，这价销应该会起淡薄啊。下雨天采芒果玩水。大雨插插落，农民等未到好天，就赶紧出来搬酸影。受到锋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屏东的雨是冷时无冷热。伫咧房山这搭酸影园，庄顶拢是土地啊，特别好收的酸影。农民讲，对开始落雨甲打已经淹灭几礼拜啊，敢若6个都万外粒，损失超过20万。但无好天，敢若当万偌济，算偌济。标地上的沙加上菊果那些变很多啊。一天都20-30万人。另外，伫咧海丰地区，这搭金蕉园嘛同款受到大雨影响，四界拢是倒藏的金蕉。农民敢若会当倒野咧，拿扑拿拖，先简单处理。已经特别好收的金蕉，拢倒落来浸伫咧水底。农民讲，一般来讲，金蕉惊风，较唔惊雨，敢若因为上久无雨，佮落济工才会倒落来。雨软哦，伊吸收水源伤济，啊，金蕉即摆今年金蕉特别大咯，拢挂条啊吼。虽然你采铁条啊，但是铁条挂有诶拢挂铁条难倒落。若是讲拄着雨灾价销好，也无大紧，不过这阵的金蕉算因为产量过多，价销崩盘。去年1公斤要花甲150块，即阵1公斤却剩10通块，甚至有诶干那8块钱。农民讲金蕉若够均，都爱挂，即摆是挂愈济，料愈济。A 蕉啊，公斤才8块啊，那次极品 B 蕉啊，公斤就剩3块左右啊。我后面这一堆啊。是次极品都不如的，就只能当肥料啊！促进企业来所谓的增加认购来增加它的消化量来增加它的去化去除来能够使这个价格能够再回稳了。因为这礼拜南部的天气拢无稳定，农损有偌济，爱等好天才会知。农民讲，今年因为雨水少，果子啊大出价销求袂悬。不过这场雨若佫继续落，造成农损，后续的价销可能会较好。记者郭明哲、柯家族、邱超用屏东采访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首先是自由时报，
有关新地的起爆事件，消防局的调查报告指出，现场4桶瓦斯有关键的冷冻灯器甲油气的状况，才有可能因为安尼漏气漏几暝。虽讲便当店的头家强调有倒漏气的警报器，不过现场拢找无。市府按算对后礼拜开始要全面清查小吃店，莫过这悲剧搁再发生。中国时报因为有几落工重大的工程拢开始杀，国土基金的财务压力也对立清关。民国116年到122年国土建设经费需求超过4000亿，不过国土的过路费已经超过10档无调整。立委提案，爱交通部研究东西向的国土是不是会当扣过路费，嘛爱检讨整体规律制度。高工局是会计3个月内会提出评估报告。联合报国内居家医疗项目被扩大，卫福部长赵忠良7日表示，要推动居家癌症的治疗。癌症患者伫咧病院接受第一届化疗了后，就当选择点厝化疗。望今年下半年开始做，而且所有癌症患者拢会当用。有统计指出，最近5档公害医疗业务执行的通报案件超过1500件，也就是讲一年大约有300件。有立委提案修改医疗法的部分条文，希望减少医疗暴力。另外，卫福部长赵忠良是讲，已经甲金管会咧讨论新型的医疗保险单。医疗现场常常出现暴力事件。今年5月底，台中丰原病院外口有查甫野家情咧惹事，和病院不敌赶紧封锁院区。今年3月，新店更新病院嘛同款传出医疗暴力的事件，酒醉的查甫情绪失控，用手骨弄伤护理师，因为安尼医术人员的人身安全一直受到威胁。立委提案修改医疗法部分的条文，希望会当加重刑责，包括提高妨害医疗业务的执行的罚款，并加重损坏医疗设备、妨害医事人员或救护人员执行医疗业务的刑责。那么，对于医疗暴力而致医事人员或救护人员死亡者，更应该提高法定刑度。医术人员的工作环境需要安全，台湾医疗的治疗模式嘛当在改变。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下一步希望会当推动伫厝做癌症治疗。未来的癌症患者除了头摆化疗需要伫病院观察，只要状况稳定，而且顺利增设人工的血管，经过医师评估了后，就会当考虑伫厝接受后续的疗程。不过过去民众买的商业医疗保单，大部分拢规定爱有大医才会当理赔，加做推动伫厝医疗上大的阻碍。我们现在积极的也在跟这个金管会讨论，那么希望呢跟保险业者沟通，好，是不是呢可以调整这个给付的方式，因应这样的需求。为着要解决理赔的争议，金管会邀请保险业者开会，专门检讨医疗险理赔的规则。赵忠良表示，一直拢有咧研议加沟通，甲金管会等咧研议新型的医疗保险单的开发。新的保单的开发现在正在积极，因为在年底之前就会有新的保单，就是对于这个在家医疗啊这些我们现在新的照护模式的新型保单的开发，对严格惩罚医疗暴力、守护医疗的安全，到推动伫厝做癌症的治疗，放领保险的理赔，安全实际减轻医疗前线甲病患家庭的相定负担，拢关系到医疗环境未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消息。南非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初九暝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10多名枪手走入去一大贫民区开枪乌白射，造成上无1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这犯案的目的，敢若是甲当地帮派收集地盘有关系，目前也未抓到嫌犯。发生大规模枪案的地点是伫咧南非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东部一搭非正式定居点，也就是人讲的贫民区。案发了后，警方赶来现场鉴定，把遇害者的遗体卷出来，真侪肢体的窗仔拢有枪支烫过。民众回忆案发的状况，也是真惊吓。Ang kasing ako sa tuwing nasuwang kami sa ikunsi. Ukubang gigising kachacha umamtanam sa iklimpitin sa lalapansi sa bambingkan sa lalapansi. 代志发生伫当地时间初九暗时11点外，超过10个武装分子坐一台白色Toyota小仔车来到位，了后就混入入去社区，伫咧真侪所在开枪。犯案了后，搁坐共一只车仔走去，拢总有9个男性甲3个女性死亡，其中11个人是当场无命，另外一个是送病医了后宣告不治，也搁有9个伤者当咧接受治疗。The scene, I've been through the scene. It is horrific.
there's a quite high number of crime scenes where people they are lying around. 这个大规模的抢劫案犯案动机要太调查，也未抓到任何嫌犯，因为当地有真侪废弃的金矿，常常有武装帮派咧相抢利益，所以警方怀疑甲非法乌金仔的帮派抢地盘有关系。南非是全球谋杀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天有超过60个人遇害。政府甲警方面对抢劫案甲帮派，互人批评欠长期系统性的全面的应对的战略。案发了后，民众也批评总统拉马福沙，虽然政府捌派军队打击非法矿场，也毋过效果并无好，军队也随退离。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菲律宾的南部车北发生大地震，各单也有真侪民众是等人去救，毋过有家属等几落天，煞是等到亲人过往的消息。尤其当地一直有地震尾，民众拢毋敢登去处理。这届地震嘛是5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菲律宾南部民达纳尔岛的外海是发生规模7.8的大地震，搜救行动来到第3天，首府纳茂市有名的连锁超市已经变作废墟。救援人员是用手伫土石堆底挖，要找2个受困的员工，但是其中1个人已经不幸过身，另外1个人是送病院救治。民达纳尔岛有真侪所在商业大楼和百货公司拢规个倒去，搜救队当用重型机具在清理大楼的废墟，想办法要救受困的民众。Last nilang sabi sa akin, bukas na lang magbalik na kayo, kay mag-retrieval, hindi na rescue. Kay wala ng heartbeat. Mayroon mga isang gipasok doon, wala na daw heartbeat. 这个当地50年来上强的地震，因为海甲真厉害，加上上百届的地震尾，造成真侪省份差不多2500栋厝倒去。在准央附近的沙兰加尼省是公路出现真大的壁棚，真侪条桥拢受损，含一寡另外车路拢断去。这当靠直升机空投物资。圣托斯将军市的国际机场是连续2天拢关起来，除了人道救援的航班，63个国内的航班封闭咧，只好取消。沙兰加尼省嘛，因为起高龄的预警，有超过2000个人洪疏散，即嘛当在等待官方发布会当登去厝的许可。有民众讲，因即马是足惊，暗时咧困的时阵，永远发生地震尾，造成厝顶规个塌落来，因为安尼，互因完全唔敢困。有民众讲，就算是小可的害，嘛会互因的囡仔惊甲醒过来，然后哪冲去门外口。有民众讲，就算是安尼较歹困，伊嘛要伫人行道顶悬来过暝。Yun nga, naisipan namin dito pumunta kay baka pag bumalik ang lindol, hindi na kami mahirapan tumakbo kasi second floor dito po kasi meron doon. So takot kami baka hindi na kami makagising pag maglindol ulit. 法新社报道，有救援人员讲，目前已经对救援工课转做遗体的清理，但是菲国的官员随后就讲，即马是还未做出正式的决定。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根据日本政府上新的统计，去年出世的婴仔人数敢若67万多人，出生率是1.14，这2项数字拢创新高。面对少子化，日本推出政策，包括儿童津贴，针对18岁以下，一个人1个月发大票2000到3000块。不过，日本的专家是讲，儿童津贴可能对收入较低家庭较有帮助，若是会当直接来补助托育还是教育费，效果可能会较好。日时伫公园内面，妈妈带囡仔在佚佗，尾暗了后，就换下班了后的爸爸来享受爸仔囝的时间。真侪日本的家庭为着照顾囡仔，其中一边只好放弃做工课，或真侪人唔敢生囡仔。根据统计，2005年日本出世的红婴仔人数差不多67万人，出生率1.14，连续10年拢落，嗰2个拢创史上上低。日本社会面临严峻的少子化课题，因此政府从2年前扩大发放儿童津贴，除了提高金额，也废除所得门槛。日本2024年是扩大儿童的津贴，3岁之前，大个人逐个月是入票15000，3到18岁是入票1万，差不多大票2-3千。那是到第3个是提高到入票3万，好大票差不多6000块。子供3人いるんで、それなりに人数分はいただけ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の分なんでしょうね、やっぱり子供のお迎え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で。仕事早く上がら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とかもあるので、お金もらってはいそれで終わりってよりかもうちょっと歯止めもですねケアし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な。正直僕にとってはもちろん助かりはしますけど、大きいかっていうと大きくはないかな。子供をお世話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ただ仕事も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どっちを取るか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サポートがあるだけだとなかなか子供が増えるかっていうと
私の感覚だと難しい気がしちゃうんですけどね。民众大多数拢感觉这移动津贴的效果有限，安怎来兼顾家庭和工课，才是考虑的重点。专家表示讲，若是当甲预算直接用伫托育费的补助，可能更较好。現金支給も全く効果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で効果が比較的見られるのは比較的所得の低い世帯において効果が見られると。現金支給よりも現物支給、保育費用や教育費用などに直接支払うような形の方が相対的に効果が大きいという研究は多くあります。其实日本少子儿化的措施，佫包括产妇的给付金、公托幼囡仔免学费、推动男性的照顾囡仔教到高等教育的学费减免等等。不过对一寡家庭来讲，儿童津贴现金给付是上直接、上有感觉的。当然来看，敢会当有效提悬出生率佮优待减减。公司国际记者施浩浩日本东京报道。世界杯卡球赛的地主队美国队目前正在加州加强训练。另外，52档的海地队这届嘛有来比，若政治甲签证问题是引起风波。伊朗队总算是伫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若非洲的年度最佳男裁判索马利亚籍的阿尔坦签证和美国拒绝，这届是无法度来参加。美国国家卡球队伫加州尼湾的训练基地进行头一场公开训练，比战6月12日洛杉矶体育场要对战巴拉圭的世界杯首战，5000多人经由抽签摕到门票，先来感受世界杯热度。美国队的主力后卫这时阵受伤也拄好起来归队，也为球队增加一个真强的战力。We're a country, of course, that loves basketball and American football, and of course, it's tough to get. I think we're very close. The World Cup's just going to bring more excitement to that. I think you even. 海地队伫纽泽西训练基地来进行最后调整，球员也甲当地囡仔斗阵来参加国际卡总的活动，鼓励民众培养更加健康、更加快乐的生活方式。由于国内局势无稳定，海地队资格赛期间所有主场比赛拢被迫转到海外来进行，不过也是成功进入世界杯。Show the people that Haiti is more than just poverty and what's going on there. 这个加勒比海球队会伫首战面对苏格兰，希望为过52年的世界杯之路写下新的战绩。伊朗国家卡球队找到史蒂比斯国的地华纳向球迷来致意，上来就去训练。就伫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讲，伊朗队会核准第3场的世界杯比赛前一天来入境美国，缓解原先必须伫比赛迄天来回这个真无方便的困境。Keep politics away from the sport. 也毋过，毋是每一个人拢会使顺利来徛上世界杯舞台。索马利亚这个裁判阿尔坦核选来裁判本届世界杯，却是美国拒绝入境。美亚7号对伊斯坦布坐飞行机回国，美国官方拒绝说明过案的原因。阿尔坦2005年被评选为非洲的年度最佳男裁判，名列FIFA裁判名单了后，也互索马利亚总统公开侮辱，讲伊是索马利亚新世代学习的启发。世界杯也未开始，上机已经全面来发动了。对饭店、餐厅、机场到球场的范围部，规个北美拢准备迎接几啊百万名的球迷。根据最新的估计，本届世界杯的美国 GDP 贡献172亿美金，创造超过29万个工作机会。其中洛杉矶是上机上大城市之一。索菲体育场会举办8场比赛，比赛期间有够会吸引18万名游客来到洛杉矶，带来将近6亿美金经济效益。敢若是饭店收入就可望增加22%。8场比赛亚洲销售额更加可能超过1500万块美金。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今仔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军方今仔日表示，美国暗时对伊朗展开空袭，在几多点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拄放掉，若是要达成和平协议，美方会阁发动新一波攻击。顶礼拜，由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甲纽西兰组成的5眼联盟发布罕见的警告，讲中国的军事情报单位透过领经等等的救济平台收集机密消息。美国已经查封13个网击，怀疑是中国的特务利用这个网站，对有安全机构的美国人手头摕到机密资讯。香港护法院的大会参局伫咧相关单位调查了后，已经正式对建设公司甲顾问公司起诉，嘛针对工程董事注册兼验证员在内拢总7名涉案人士，以误杀、诈骗等等25项罪名来起诉，其中50罪是严重的刑事罪行，按照香港的法律，相关会当关归4人。海巡署伫嘉义一间徛街查到大型的电子烟分赃抢，嫌犯利用网络广告，把这电子烟卖给少年仔。
现场那查扣4000台对中国进口这造型正高水的红亚电子分子机，无查到强势分段的原料，市价超过6000万。全小组4月7号在嘉义市一间徛街，煞发现这是大型电子烟的分装厂，现场囤真侪高水红仔，其实这是新型中国做的一改性电子分子机，佮有改造工具和化学溶剂，拢总查扣4000台电子烟的主机，9000外压的分段，佮有毒品原物料。这批外观成人注目的产品，用东港电话价港高的行销，要来拐骗少年仔，加在专栏小组落尾抓到。会不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考量？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希望政府有一些配套措施来去解决。这个可以从源头去制止这些罪，或者是说加重刑罚。外形根本看不出来，吸食之后才知道严重。当然要奉劝所有年轻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青年学子，千万不要踏进这个毒品的泥淖。54岁姓黄的主嫌捌犯过杀人罪，出监3冬。去年5月因为非法卖13000台电子烟红掠，竟然无反省。这阵含姓严的女朋友咧变空，甲丧尸分段原料依托米子。掺入去甘油，虽然两个人证讲这是因家己咧用尔，不过警方也是真要急，嘛持续咧查这毒品的流向。那累积查获的数量是大概今年是最大规模，那市值我们初步大概超过6000万的新台币。那我们也成功的拦截这些电子烟流入，所以它这个调式是让这些年轻族群觉得非常的一个潮流，然后吸食也觉得是觉得取得也非常容易，所以这部分我们以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加强来查缉。姓黄的主嫌甲伊女朋友拢深入犯罪，落尾检方分别裁定5万和3万块交保，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和危害防治法移送侦办。海巡署强调，近来因为有真侪宗假毒赛车的社会案件，政府已经咧建议把这列做第一级毒品来严格处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70早起，捷运北门站市民高架边仔的人行道向放去，出现这5米长、4米宽的坑，这边仔的变电箱嘛拢连落去。经过市府相关单位的调查，可能是污水管破坑，水走出来，害这地基流去，而且这真有可能是甲最近落大雨有牵连，加在无人受伤。人行道的变电箱是向开始害，所落来就规个倒落去，喊出一个大坑，过路人行到一半拄好看到，好在在因离迄位有一段无受到影响。因为他们要都更嘛，所以不晓得是管路是长久没有维修，还是说有什么问题。现场这个大坑差不多是长5公尺、宽4公尺，吊车投入抢修，陆续将两个变电箱吊起来，总重有700公斤。事故当下是没有影响到用户停电，那是因为我们这边要去把变压器做吊挂，一定要先停电，都有用发电机来持续供电。落去的变电箱是伫台北市中兴病院的对面，提供交通号志的用电。虽然70早起9点外，人行道因为安尼出现一个大坑，但是供电无受到影响，车辆灯是照常运作，无造成地上路和瓦捷运北门站迄边塞车。污水管的接缝处有稍微有一点轻微渗水的状况，早期没有做好雨污分流的这个状况，有可能下雨天雨水会进到我们污水系统，受连日下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影响，这个都有可能。台电自来水公司和工务局拢派人到现场了解，经过初步的调查，事故的原因和污水管漏水有关系，尤其最近是连续几天落大雨，无排除加速造成地基流起。虽然卫工处说明讲，前年11月已经检视污水管线，有发现必顺，但是无水有危险，会当持续观察，但即马煞造成灾情。透地雷达，我们只是在做一个确认，确定这一些相关的区域范围、地质的条件是不是有空隙，或者是比较结实的这个地质面。这踏落去的土地范围其实是铁路局的用地，目前这个坑并无扩大型，但是伊的两边有市民高架桥和公办都经基地，相关单位已经出动透地雷达来检测现场土质的状况。暗算10日下班进前完成公线维修，路边的吞土和路恢复原本的形。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新屋70中道有一台白色轿车。车顶5个人都参加亲人的告别式结束，准备要去餐厅吃饭。这驾驶唔知因为什么原因，所向冲过造化线，甲对向的拖帮车相落，造成4个人死亡，2人轻伤。那这事故的原因，佫需要等待进一步调查。
白色轿车车头拢甲拢变形啊，规涂骹拢是脆皮零件。70中昼，桃园新屋区中山西路2段发生轿车甲大拖车相撞死亡车祸，经卫行车记录影像看到，事发进前白色轿车原本驶伫对向车道，却是向翻过这个黄色中线冲向对向，因讲正面甲这个大拖车相撞。他是直接切过来，然后是车对车哦，他没有偏移，下意识是想要闪，但是那时候雨天，然后因为你也知道，如果大车一闪就飞了。消防局活中到12点，接到轿车内底乘客Apple Watch自动报案，到现场随经由破坏器材，甲车内人拖出来，赶紧急救。车顶内底有5个人，赛车人当场死亡，后座3个人送医不治死亡，坐伫司机边的人是轻伤。事故造成自小客车驾驶及车内3名乘客不幸死亡，另有1名乘客受伤送医，一引车驾驶则受有轻伤。经警方检测，一引车驾驶9测值为0。从去食饭啊，几啊台车。伊是赛车虽然赛啊困去伤忝，也是安那？无困去。伊是赛去对向呢？无困去，拢咧讲话呢。啊，伊是赛去对向的。我唔知伊是安怎。坐伫赛车的人边这查某人讲，车内一行人是亲情关系，车拄到阵参加告别式，准备要去食饭，本来好好伫车内开讲，却是唔知影会冲向对向，造成这个悲剧。详细事故原因，因为爱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摆食酒赛车拢会甲累犯的相片打出来，不过煞有人发现，顶个月初8公布的累犯名单，台南市政府放的相片有一个查甫人的背景，敢若是用 AI 做出来的。啊，那市府是讲，这看出来相片会家己去背景化，面对民众的质疑，未来会用可较就地咧。去年底伫台南有一个查甫人食酒赛车，启动着当地作业的民间奔速车的随车人员，造成对方不幸死亡。食酒赛车一直发生，政府命令10年来第2摆食毒也是食酒赛车的人，也是旧车的累犯，拢会公布相片含违规的情节。但台南市政府伫5月初8公布的食酒赛车的累犯的相片内面，虽然发现一个累犯的背景相片疑似是 AI 生成的。公务人员他的公文书是不能够有假造的这个情况。那你现在在一个真的人后面放了一个假的背景，这由 AI 产生的背景，这样子要如何让人相信？今朝看这张相片，这查甫人的背景是槟榔大，但是放咱山的所在放的煞是美金，而且嘛看袂清楚，单位含定看到的槟榔大看起来是差真侪。公民总认为讲，政府公布的资料等于是公文，无应该假造，质疑市府带头违法。交通局依法将酒驾累犯当事人的照片以去背景化方式进行公布，后续将审慎严谨处理作业方式以及进行资料审查与图档的处理。面对质疑，市府澄清讲，伊是去背景化，不是使用假相片。真正假扮相赢啦吼，敢是无代志做吼，所以我感觉讲，我们应该就让事情单纯化，干嘛画蛇添足，让画面更复杂化啦，会引起人家的有坏的想法。可以不用特别去合成，因为反而就是会混淆民众的视听。民代和民众拢认为讲，相片应该用上原始的状态来呈现，避免争议。市府讲以后会用更较严谨的态度来处理。70下晡点入去台南市公告的食酒赛车累犯的名单，有争议的公告名单已经提落来啊。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公山有桥头摆民众停伫个倒挂的车道，但未登挂，已经青灯啊煞唔敢骑，互后壁的汽车驾驶甲饲喇叭。不过这桥头摆民众说讲，要等到这倒挂的箭头灯出现，伊才要挂。不过交通规则有规定，青灯唔会当直行，嘛会当登挂，只是爱注意。那坚持要等到倒挂的箭头灯到颠倒违法，会当罚1800块。圆形绿灯可以左转。有箭头不代表你一定要等箭头啊！看到车顶道啊，汽车驾驶提醒，奥多拜驾驶会使倒挂，不过奥多拜驾驶就是无要行。这是高雄公山河堤路甲金桥路口的青红灯，因为有圆灯甲倒挂的箭头灯，到底爱看倒一粒灯好行，也是有真侪民众三不掌。绿灯的话，我知道代表是直行，然后有转弯灯的话，它是会比较明确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转。所以如果两者同时并存，我会看箭头灯。有那个箭头的，现在都不敢转。为什么啊？有箭头的不是要等那个
那个左转箭头嘛。民众讲倒挂爱等镜头顶，虽然听讲伊的车顶会使挖，不过惊有证据，唔敢安尼做。这篇大文也引起讨论。其实，伫高雄有不少路口车红灯是当时有车圆灯甲镜头灯的，亲像公山这件安尼交通证据嘛不定发生。警方讲，看到镜头顶道，只要指示挖，这无问题。你若是圆的车顶道，只要注意车，无论正挖、倒挖还是直行，全部拢会使过。圆形绿灯亮起时，车辆即可直行或转弯。该名驾驶之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警方强调，圆的车顶是全方向拢会使行，奥多拜驾驶因为无遵照号志骑车，已经挡到后面的车辆，影响交通，相关会当罚1800块。民众后过若是拄到，一定爱记得圆的车顶会使行，千万唔通戆啊了时间等，搁爱食罚单。记者看个朱超用高雄场报道。网络有真侪假消息在讲骗，台湾电视协会分析，去年服务266名被害人上，有154名捌伫网络互怪事别的影像，其中有35派被害人，各方用这性影像来威胁，爱紧提钱出来，甚至是买游戏点数。所谓科技和社群平台是渗透囡仔少年的生活，所以变作不法人士接触、提选和操控儿少的入口。台湾电视协会是分析2005年服务的266个受害的儿少，内面有154个这么多，是包括网络有关性私密影像，占比有要60%。35派的被害人是进一步防性溺死，被害者嘛是以女性为主，男性的比例是21.4%。检视有关的处罚是以有判关系上定看到，收落来是提供检这个机会，网络单乱的交往和线顶无穿衫开讲。网络上碰到一个就是美丽的一个女生，然后进行视讯裸聊，在过程里面却被侧录，那对方在接着拿这个侧录的内容加以性勒索、金钱或者是游戏点数。电视协会对服务的经验，看到囡仔少年受到网络的诱拐，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但无可能拢卖互囡仔使用，都要自细汉来培养所谓素养。专栏的作家、资深媒体人吴太平讲，到遮侪学校去演讲分享，发现讲，遮侪家长拢无所谓素养，或者是所谓风险意识，嘛唔知影要安怎去陪伴因的囡仔。有很多家庭。他这种关系是断裂的，就是爸爸妈妈不知道小朋友在网络上做什么，那小朋友也碰到问题，他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求助。高教授讲，目前是分别提供指引，让亲属生和行政人员理解有可能的风险和安怎保护家己。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调委林月琴是强调讲，已经把心智小款法，希望把适龄服务的机制纳入法律的规范，要求平台照无共年会来提供相对应的保护，而且嘛要强化大型平台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公布5月户口统计资料，到5月底，台湾的总人口数是2325万2641人，连续29个月负成长，比去年同期减少10万2000人，平均每天是减少281.72人。那这总人口数变少，就连5月出世的婴儿人数嘛，干那有6832人，一年减1607人。那照安尼去推算，今年出世的婴儿可能会无到10万人。生理第二胎也无偌久的李小姐有甜蜜的负担，笑破这查某婴儿是等真久的第二个囡仔。尽管囡仔出世了后，生活开销变较大，不过幸福感觉也增加了。我们很喜欢小孩，然后加上就是哥哥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负担，所以那时候才跟先生讨论，就是那就是来生2宝这样。只像李小姐安尼想要生请囡仔的女性，正伫逐年减少。根据内政部5月户口的统计资料，今年5月新生儿出生数只有6832人，大约是每6分钟半有一个囡仔出世。不过，甲去年同期比较，年减1601人，年减将近2成，月减是1312人。按照即阵生育率来推估，今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恐惊无到10万人。那生育率低，到今年5月底，全台总人口数是2325万2641人，年减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减少281.72人，人口已经呈现连续29个月负成长。若是对这个户口统计资料来看，每户平均人口数只有2.35人，年减0.03人。
囤房税开征了以后呢，家里的部分人口的户籍设过去那一些原本闲置的房屋里面哦，那当然这当中呢就会出现了非常多的可能年轻的子女哦，因为这个家庭节税的考量，就跑去涉及到了原本闲置的房屋。那当然这个闲置的房屋呢，它就成为一个单身家户哦，而且它这个户长会非常的年轻。专家分析，因为刚好人口继续简化，伫房屋市场呈现中小平数主体，是主要刚好。亚台湾人口结构下降，未来伫都会区的人口结构是相对稳定，不过人口外徙的偏乡地区冲击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台北市议会有几个规议员成立台语的复诊连线，希望市府会当成立台语专职单位。即摆嘉南市拍头阵，要设台语文化推动委员会，打算伫咧7月要召开第1届委员会。有嘉南社区大学的讲师都来呼吁市府，希望未来伫咧复诊台语的时阵，嘛爱注重腔口才教学甲传承。为着台语发展，会当有更较周至的政策规划。这几年，台语团体积极呼吁中央甲地方设立台语发展的专职单位。在台湾头的嘉南市拍头阵，要设台语文化推动委员会。5月拄公告设置要点，嘛打算7月会召开头1届的委员会。头先提案倡议设立委员会的议员张浩涵表示，希望透过外部的民团甲专家加入，会当让台语发展的工作愈顺势。外部的委员比你平常时啊，尤其你社会各个面向内底是长期咧做台语这个文化的复振的这个工作，甲市政府过去咱各做比较没有效率的宣传方式，或者是较没有效率的推动方式来进行调整。根据公告，委员会属伫市府下底，由市长兼调职人，打算要来整合嘉南市台语文化业务成效检讨甲推动工作，要提过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的嘉南社区大学讲师林金城是提醒讲，就以30外档采集小包瓜收济腔口语料的经验，真侪人受到优势腔甲媒体的影响，腔口差渐渐消失。嘛希望地方在发展台语，也要注重腔口差的教学甲传承。咱台语的教材爱甲即寡。较弱势即寡腔口的迄寡发音你上无爱列做迄个方言差。阮则讲，词较过，普通腔是较过啊。其他的讲，我迄个教材内底拢无台语，敢听到一种尔，你哪有啥物趣味咧？人才拢传遍啦，就是讲，因为除了本身有真好的老师会当推广这个本土的语言之外我嘛训练真侪学生即摆真侪嘛拢已经变做是师资级的。嘉南社区大学在地已经服务25档，校方表示，学校的台语文化社甲带来累积真侪人才甲资源，会当成做未来的助力。嘛期待台语文化推动委员会的成立，通互台语在台湾头探四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嘉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有拍一块影片来介绍三重埔的卤肉饭，因为李树川伫咧影片内底是念三重，引起真侪人来讨论到底倒一个公馆才对。咱来听台语专家安怎讲。这个三重上好食的卤肉饭，无食卤肉饭就是无来三重。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拍一个影片介绍有名的卤肉饭，说因为地号名在台语爱讲三重还是三重埔，引起大众咧讨论到底倒一个才是对的。实际来到捷运站听站名的台语播音安怎讲？三重埔，三重国小。捷运站名播音有像三重国小讲三重，也有人讲三重埔的。其实这两种讲法，台语专家表示拢有人讲，而且在地嘛有人讲三重埔的。这个发音对台湾历史上第一份报纸1915年的台湾教会公报都有记录。有人写教字，甲伊讲做三重，你若讲三重埔是较算偏专就。另外在地人，我嘛有听过讲，我问讲你住倒，伊讲伊住山重埔，一般就是讲一片较大片的土地，拢会叫做埔啦。另外有人甲三重埔讲做三重埔的，有学者解说讲，这是语言学内的主音刀弱化变做老的现象，所以医疗嘛有真侪人讲医疗。那地号名研究员是表示，其实三重埔是照开垦发展的顺序号名的，所以讲有头重埔、二重埔甲三重埔，在清朝甲日本时代的古地图拢有记录。那三重埔会有三重的讲法，是日本时代行政区改制的影响。应该是清朝的时阵汉人开始开垦这个淡水河西化，头一个开垦的所在就是即马咱新庄的头重埔，过来就有
重埔嘛，尾啊就是3重埔。3重这个名是日本时代大正9年的时阵，因为迄当时有一个行政区的改制，做者迄个新的地号名就是迄个时阵出来。比如讲3重埔就去改做3重，还是讲邦桥去改做邦桥。研究员表示，地号名的讲法会因为政治历史的影响有无共款的改变，语言嘛有竞争的现象，所以有的较侪人知，有的较少人讲。地号名可能唔那一款讲法。研究员嘛呼吁名种主人要需要尊重在地人的讲法。记者卢昌如、郑准佑新北报道。有科学研究证实，伫室内烧香长期落来对健康无好，对环境嘛无介好。台大有研究团队甲木沙中顺庙合作，透过减香减炉配合通风系统来改善庙里的空气品质，发现这去拜拜的人数无减，颠倒变多，显示有愈来愈侪人会当接受用香树拜拜取代烧香的方式。台北龙山市逐工拢有超过8,000人去拜拜，有信众有游客。龙山市对民国89年开始无烧金，到109年全面无烧香。庙方表示，拄开始当然有人反对，不过即马已经拢会当接受。点香不是点那个外在的香，而是你心里面这个香更重要。从群烧，然后点香、点炉、群香这样子的4个阶段不知不觉就20年了。环境甲健康的议题愈来愈受重视，烧金烧香的观念也渐渐咧改变。台大研究团队有甲木沙中顺庙合作，透过减香减炉，甲配合自动通风的系统，监测空气的品质，发现减香唔但互庙内的空气变好，去庙里拜拜的人数也变多。这个是今年的人数，这个是去年的人数，蓝色的部分，那红色的就是今年的空气品质这是去年的空气品质，所以人今年比过去多8成。但是空气却少2/3，这给了大家非常多的信心，说其实这个是有效的，并且大家就会往前走。台大工会的学者也表示，已经有科学的研究证实，伫室内烧香长期落来对健康无好，对环境也无好。愈来愈侪表示，开始透过志工宣导，用香树拜拜取代烧香，改用电子化的蜡烛，把金纸集中起来，由庙方统一化掉。互信仰唔但是支持社会稳定的力量，也会当守护环境甲民众的健康。记者顾佑基、林秀凯台北报道。伫咧建筑大师高第过身100周年的纪念日即天，悬172.5公尺的耶稣基督塔正式完工。新加堂唔但超过德国的乌尔姆大教堂，成做这世界上上悬的教堂。新任的教宗良14世嘛会来主持弥撒，亲手来点导塔顶的十字架。巴塞隆纳出名的地标172公尺5的圣家堂，经过144年的工事，徛伫重尖塔的中央，顶头采十字架耶稣基督塔，总算完工，成做全球上悬的教堂，嘛要向过身100周年的建筑大师高地致敬。Su obra no está acabada, que era su deseo que durara muchísimos años y el Papa León XIV realmente viene a eso, no viene a dar su imprimatur, ¿no? Como se decía, de decir la Sagrada Familia ya está acabada, así, sino que nos enseña un camino, ¿no? Este camino de ser constructores. 圣家堂主要是3个徛面18座塔组成，分别代表圣母玛利亚、耶稣12个门徒甲4个福音书的作者。上悬的就是耶稣基督塔，会起这么久，就是因为设计复杂，上面有真侪雕刻甲砖塔。另外，就是因为资金无够，全靠捐款甲卖门票，加上经过西班牙内战甲疫情停工这寡因素，甲这个营业徛面的4座徛面还未完工。大门的大楼梯也唔知影当时的动工。虽然安尼，梵蒂冈去年颁予高地可敬者的称号，嘛咧推动伊丰盛。过建筑除了外观礼道，互人婀娜。圣家堂内底的设计嘛用尽卡数，条模仿手机顶面分切支持天棚，日头光会当让双屏彩色的玻璃窗甲天窗照入来，互人哪像进入上帝的像哪。Breathless, overwhelmed, quite like nothing I've ever felt before inside of another building. There's nothing like this. My daughter last night, when she saw it, she came into tears, and I feel very similar. 去年圣家堂有480万游客来拜访，外界预计有侪人来参观，共同来见证历史。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
新闻最后，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是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29度。外岛地区是23度到24度，也有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卡祖，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